我叫王炳富，我即马是读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3年，我辅台文系，即马是师大喷泉诗社的社长，平常时就是写一寡诗安尼。学台语就是细汉时阵伫台北，互外妈甲内妈来讲安尼带大汉，内妈甲外妈拢袂晓讲国语，所以我敢若会当甲因讲台语。我原本就最爱唱歌，有诶时阵拢会录一寡华语歌，就是有来了后就会传去互阮厝内家族诶群组安尼，甲传入去传我唱歌。后来有一寡迄时代就会讲伊想要点歌，想要叫我唱台语歌。有诶我嘛袂晓唱，我就去网络去找，去学遐台语歌。学了我就唱，甲录起来，传到厝内底群组安尼。就是唱台语歌，因就较有反应。是安怎会晓参加台语比赛？我感觉自细我就较爱表现。老师若问讲谁会晓唱歌，谁会晓讲台语，我就拢会大声举手安尼。去参加台语比赛，我感觉互我上大的改变就是参加迄个比赛了后，才知影，家己真正讲台语讲了袂歹。因为细汉时拢会想讲，大家甲我拢共款，我会晓的，别人拢嘛会晓。去参加台语比赛了后，才会对家己的台语就会较有自信，对。若是较有自信，你就会搁想要搁进步。毋过后来就是，若比较搁较悬，就是学校得第1名了后，去参加县赛。像参加迄个县的比赛了后，你就发现足侪人都是真假鬼假怪，讲了足过头的，足够演的，演了拢转糖，就是你就感觉迄个表现是足奇怪、足无自然的。迄种物件嘛是足离开阮的生活甲学校的，对，所以我后来嘛是较反感安尼。台语比赛其实对我安怎去想台语这项物件，迄帮助其实无啥大。这个帮助是到我就是到大学了，我去参加诗社，对着诗社的校长姊去了解一寡台文系的物件。对讲，因为我读国文系嘛，就会更加去反省讲国文系这个物件到底是安怎。这个国文系伊讲这叫做国文嘛，国文就是华语嘛，一个国家伊安怎决定讲？伊的这个语言，华语这个语言就是阮国家的文学，是毋是讲阮国家的文学就是限制伫咧这个国文的这个领域内底，就是会回转去想这物件，我嘛才会想讲我去辅一个台文系，会当读到搁较侪关于台湾这个本土的历史，这个本土的文学的物件，安尼。可能伊进前拢是感觉讲，阿公是咧骗阮伊去旅行啊，伊其实无走安尼，无去安尼。你无惊这样，如果你的身体就留伊食。我煞渐袂去母亲的语言。这应该大家讲两清控性，两清控性。控诉你。你一分一寸放落去，小白话含伫喙内，毋敢讲。只好伸手一笔一画照水写字。诗其实是行伫语言上头前的，伊是文学的感受性，伫咧上短暂、上短的篇目内底，就会当互你上直接的感受，甲一种无法度命名的感觉，一个气氛，我用文字足短的文字，甲即个一瞬间的感觉会当甲伊定型落来。
失语症之一，李美清。若是会使，我想要讲出秋天的白家乡，会渐渐转红，参观甜蜜，冷淡薄生冷，亲像爱情的色迄款。若是会使，我想要讲出同齐月光，无咱所想的遐尼稀微。挂伫天边点点等待，春天的脚步若来，伊欢喜是头一个知。不离个我煞拢讲袂出来，喙底空空，然后无法度振动。失去喙齿的迄个下晡，我四界向人问路，用倒手比出热情圆箍，用正手画出一幅故乡的图。只是，阁有厝遐也袂补，阁有壁纸也袂糊。阮即个粉砖名叫做“逐工为你读一首诗”，就是阮即个粉砖就是逐工会小改一首诗，阮甲即个诗的诗文甲搭起来，会伫内底阁加阮的形象。即个月阁有一个较特别的做法，就是讲，因为台湾毋是敢若有华语诗，嘛有台语诗、客语诗，也是原住民语的诗，甚至是伊讲伊嘛有家己的诗，有家己的文学奖安尼。所以，阮逐个礼拜会拜二。阮会杀出一个用有声的诗，就是平常时阮的粉砖顶悬拢干那字，无影片嘛无声音。毋过即摆阮就是逐礼拜二，阮会杀出一首毋是华语的诗，会互相全人的朗读安尼。写诗到一个阶段了，就是会甲一寡写较久的前辈的交流啊。就前辈就会问讲，你阮伫咧做即个粉砖，逐工会小改一首诗互大家，就问讲，阮即摆有欠人，嘛需要有新的人补入来，就问我讲，会使去甲斗相共无？就加入去迄个粉砖的群组安尼。就是阮即个粉砖就是逐工小改一首诗，阮就会甲诗的原文搭起哩，搁搭阮家己写的欣赏，就是即个诗要安怎读，教大家来读，因为大家拢会讲，即摆的诗其实。上大的问题就是大家读无，每一个字大家拢会晓读，就是，不过迄个意思煞看袂出来。创作过程我就是徛后倒摆去读册的时阵，就是停咧红灯，无啥物通做，就是想一寡较难的物件，比如讲啥物是爱，就是一个概念。阮会想讲，为即个概念会安怎用啥物款的角度去甲解释，去甲想的时阵，伊就会有一寡足水的话会走出来。即句足水的话出来了，你就要想讲要安怎，互即句话伫即首诗内底，伫上好的时机出现，读诗的人读落来，读到即句的时阵，伊会感觉上直接的感动会伫心内产生。阮就会想讲要安怎去摆即个物件。所以一开始是一句话先出来。我以后嘛是会继续做创作的物件，所以我应该继续考研究所。研究所我想要考的是台文的研究所。因为伫我大学读国文系，我入来国文系了后，其实我有对着我的一寡同学，重新去想咱台湾文化、台语文化内底嘛，其实嘛有足水的物件。嘛是伫即个时期，我重新去听我细汉的时阵，听爸爸、听阿公因咧唱的歌，内底有一寡开口甲一寡韵味，迄确实是华语无法度互咱的。即个物件其实是渐渐伫咧消失。我希望会当甲即个台语的专业，甲我写诗的专业，爱当甲伊慢做伙，来去做台语的创作。高新伫咧即个台文的文化内底，重新去互即个台语的即个创作的物件，会当重新搁活起来。